县城。既然是来投诚，为什么不大开城门，反倒是你自己跑来的？我若大开城门，请问你们谁敢进去？不怕我有埋伏吗？有什么比我孤身一人前来更有诚意？行。 姚城县令特来县城，以扶摇之印，为你们铺平进入姚城，乃至天泉皇城的道路。好大的口气呀！姚城一个小城，只要我赤鬼想要，简直就如探囊取物，还需要你给？我好大的口气。没错。 姚城确实是小小一城，既无高墙利炮，又无百炼之军，却将在座的各位困在外面足足半个月之久。你这探囊取物也未免探得太久了。你，久攻不下，我问你，如何向长孙平荣交代？如何挽回已经懈怠的军心，让他们继续为你破军杀敌？ 我这次来，是来帮你的。不过此番我来县城，你们的态度真是让我太失望了。也罢，我是应该另寻明主，为我的子民谋一条好的出路。告辞。慢着！傅大人息怒，刚刚是我怠慢了，我信你。既然大当家信得过我，要不要查看一下这官印，免得日后又说我弄虚作假？怎么会呢，傅大人？你们这几个长眼没长眼的，好好的给我看看姚城县令带来的诚意。既然如此，大当家是不是应该也表达一下您的诚意？好，那是当然。来人呐，准备盟誓器具。是。大当家，我听说黑龙寨的盟誓是取心尖血，以示心坚。大当家的怕了吗？哼。请。都给我听着！这个破城，你们是守不住了。县令都跑了，他用你们全城人的性命换了他的狗命，你们还耗什么呀？快点开门，兴许能换你们的狗命。赶紧的，谁要是有点什么能耐，愿意来黑龙寨伺候着，老子兴许还能饶他一条小命，否则格杀勿论。
给我杀了他！